你詩篇記37、23節及24節係樣講到，係講上帝合意對一家佢標本自家嘅腳步，係講袂對都唔會對到搭下去，因為上帝牽自家嘅手，而是佢家嘅同在，係嘛佢袂對啲啦，自家嘅信心袂跌下去，自家嘅信心袂弱。上帝佢嘅同在，佢牽自家行來，佢本自家力量行來。嗱，喺呢係嘛佢袂對啲啦，可能自家平安，自家嘅快樂，自家嘅工作袂艱難，攏仲袂對啲。上帝能夠牽自家行，阿撒自家要有謙卑嘅心嚟到佢嘅面前嚟禱告甲上帝，呀，佢本自家聰明智慧，帶自家去過途途節節去得勝嘅路，因為佢大家同在，自家袂對都唔會對到跌下去，因為上帝十分愛帶自家去得勝嘅路，佢唔會看自家苦難，佢錫自家。